爆過污水渠嘅黃埔花園，估唔到呢一爆埋一個大秘密出嚟。如果你都係住黃埔嘅話，可能你都係受害者啊！以前爆個窿，佢可能睇唔到，佢話睇唔到咁樣。但係而家爆咗成80幾米咁長咧，咁就終於佢就要面對現實啦。林先生都係黃埔花園嘅小業主，就係因為上次爆渠，先至發現同屬和黃嘅3組建築海明軒、海濱廣場同君爵酒店將污水渠駁去佢哋嘅屋苑，但一直唔知道。同埋因為今次嗰個所謂工程費用係比較超過100萬一單個，咁變咗佢哋就喺我哋嗰個屋邨總賬佢要出數咧，就會比較好明顯睇得到呢個數出嚟。有醒目居民覺得奇怪，向管理公司查問先至知道，多年嚟3組建築嘅污水渠維修費都係佢哋食㗎。呢班小業主着晒火，管理公司驚起上嚟，就主動提出食晒由以前到而家嘅維修費，差唔多260萬，兼免咗經理人酬金。如果我哋唔主動去問佢呢個問題咧，佢永遠唔會主動去交翻條數出嚟嘅。業主代表之後同管理公司物業總經理開會，話屋苑嘅渠務圖係冇接駁外來渠管㗎，即係未經業主嘅同意就亂駁佢。最慘係和黃3組嘢都唔使分擔維修費啊嘛！佢哋覺得管理公司同成哥喂，班小業主成立咗個聯盟，計劃跟下個月上街㗎啦，要求管理公司交翻晒啲權出嚟。即係我哋嘅公契管理人，我哋係理解佢哋係要守護我哋嘅利益，但係佢直情係不知不覺，咁我哋點可能再信任佢做我哋嘅公契管理人呢？不過有工程師就話，3組建築係咪要俾條渠嘅維修費，就要睇翻公契條文啦。